相关旅游政策。今日大会这个圆满，是因为有咱各位夫妻所以才有这个姻缘。那当然遮咧感谢的就是咱台南市咱的大家长，咱的大市长，以及咱台南市干副市长。哦，沈天杰辛苦了，全家都帮忙哦。公长，阿公也有来考。啊，处长。那阿嬷也有来考。以及咱南兴孙良性德医洪全仁，阿公我比较有印象，阿嬷比较好。台南市的这个分会主任，咱的陈点文书，以及着咱这个张点文书，南兴张点文书，以及咱南兴各位同修先贤在这，大家的扶持。尤其今仔日呢，咱两位这个超群的这个这个特群吼，非常这个高讲话的这个主持尤其呢伫遮感谢咱玉山保公圣堂咱各位点文书的扶持，也甲咱这个各位同修大家来参与。大家来协助，才会当使我咱这个会场，咱这个大会会当更较圆满。感谢咱中信单位，咱点文书陈宗奇点文书领导下，所有这个同修以及咱这个石点文书之间呢，也大家安尼会当配合，所以互咱这个大会会当圆满。当然，而且嘛感谢咱旅游圣堂，咱各位这个同修前缘在地，大家共同的付出加努力。尤其呢，咱今仔日非常多志工咱今仔日呢，嘛是遮符合代表着咱这个台南市这个经典协会的这个代表来甲咱各位志工、各位在地，甲咱讲一句，多谢努力。我再次感谢我们首理事长。伫这个所在，咱今仔日会当安尼圆满。当然，爱感谢咱上天老母慈悲，感谢老祖师，感谢师祖师母，感谢咱各单位道场的前人大德，甲咱庇佑，所以我伫遮呢，都在深深的感谢。但是呢，希望每年大家都在踴跃共同来参与，使我咱台南市学经协会呢，这个事会当去办理较圆满，去较精彩，去较丰泰，使我咱真正台南古都，咱这个文化会当传承落去。所以互伫遮呢，感谢咱各位，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守护风景，感谢各位，谢谢，谢谢理事长，感谢您，感谢我们周理事长。我们现在是以掌声来感谢我们周理事长，谢谢。